3月份中山樓價又變咗，變得離晒大譜。連我喺中山做咗9年房地產，日日帶客戶睇樓劈價，都差啲以為自己睇錯，一度懷疑自己睇緊嘅係咪中山嘅房價。年頭啱過完，發展商真係面都唔要，底褲都除埋，降價降到毫無底線。火炬有個盤，舊年發展商仲咬死15600，開年直接跌到11000。前期買咗嘅業主個年嘅功夫就唔見咗50萬，你話慘唔慘？石岐地鐵口有個樓盤，之前賣到2萬蚊，依家直接劈到13000。有啲鎮區今年對比舊年1平方降咗4-5千，呢個幅度真係嚇人。之前我曝光嗰啲樓盤黑料，咁條片呢被下架咗，但今日我唔理咁多，直接整理咗中山3月份大劈價嘅樓盤清單，樓盤名、位置全部話你知，優點缺點一次過同你講清楚，唔玩套路，唔使你估，亦都唔使你私信我，大家俾個讚支持下就夠啦。首先打響年後降價第一槍嘅就係石岐嘅江月灣，高峰期賣到2萬蚊一方，依家複式單價1萬出頭，再送2個車位，跌幅40%，好多業主一覺瞓醒，天都塌埋，仲未入伙100萬就咁蒸發咗，你話邊個頂得順？唔單止業主喊都無謂，連自己區域同行都睇到眼定定。樓盤係城區比較少見嘅複式產品，贈送面積多，買150方，實際用到200平，使小錢住大屋。位置靠近旗江新城，周邊有三毛超市、華僑城、歡樂海岸、中山北站。初中係分配石岐中學，但缺點亦都好明顯，周邊展示面一般，隔籬就係產業區，摻雜住好多工廠，一眼望過去啊，會有啲工業區嘅感覺。而且前面係馬路，後邊有城改，有噪音影響，細路仔讀書派到呢係又遠又舊嘅正義小學。有讀書需求呢一點真係好扣分，但喺價格節同行仲狼死啊！跟住第二個就係石岐嘅金英半山花園，呢個係中山市區思維城市地標，高峰期25000無批，依家13888，仲送一個產權車位，跌幅超過50%，樓價腰斬100幾萬，又咁冇咗。依家呢個總價喺中山啊，市區位都係全款買到3房啦。原本發展商仗住核心地段，覺得冇對手，價錢有恃無恐。點知依家新樓越出越靚，一邊係4代渣嘅樓盤衝擊，一邊係同行嘅瘋狂劈價，再硬嘅地段都頂唔順啦。優點係市中心地鐵上蓋，商場醫院喺正門口，吃喝玩樂一應俱全。住響呢度呢，唔單止方便，仲有埋中山嘅飛市，配套冇得談。但缺點更加致命，舊區展示面老土，城市割裂感強，早晚高峰出行簡直係噩夢。最大硬傷係戶型得房率超級低，稱得上中山公灘最離譜嘅新房，90方先得2間房，公灘面積啊夠普通人打工捱一世。仲有個歷史遺留問題，聽講以前呢度呢係個打靶場。跟住落嚟呢幾個盤，全部都係以前死都唔肯降價嘅發展商，依家跌到阿媽都唔認得。第三個東區華虹喜悅軒，東區 CBD 一直呢都係中山樓價最穩嘅板塊，點知3月份都頂唔住市場壓力，高峰期賣23000，依家特價12000幾，跌幅45%啊！老業主喊聞響個廁所，優點係東區核心地段，即買即用嘅地段同校網，樓下就係省一級水雲軒小學同行政中心，隔籬有公園沙江墟，周邊有多個大型商超，現樓加埋3000蚊一方嘅豪裝。中央空調、淨水器、衣櫃、鞋櫃全部配齊，裝修質量呢相當唔錯。呢個地段配套依然係硬通貨，剛需家長嘅心頭好，所以好多有4路嘅家庭都趁住呢一波降價上咗車。但缺點亦都唔少啊，周邊展示面偏舊，最跌價嘅係小區地塊唔規整，園林碎濕濕，地段裝修氣候渣，一入園林呢變剛需，同自家水雲軒比啊差太遠。另外物業服務風評差，得房率一般，有個別戶型加埋贈送面積呢都唔夠90%。接下來呢個啊先係真正嘅神壇隕落。第4名火炬華虹景悅軒，當年頂住中山樓價天花板嗰朵，單價衝過3萬蚊，啲富豪買嘅唔係屋，係高爾夫湖景同富人圈層嘅入場券。依家門票直接打骨折，單價跌穿12000，仲要俾周邊嘅新盤圍堵，轉落跌幅超60%，一套房血區過百萬，普通人一世嘅積蓄
就咁蒸發響風景入邊啊！優點係博愛路出行方便，景觀一流，南向無遮擋望高爾夫湖景，呢種景觀資源呢，響中山真係獨一份，加埋低密度社區配萬科木業。硬件底子夠硬，但缺點一樣硬核。最大問題係黐住博愛路，車路聲係20小時嘅背景音樂。小區入住率低，晚黑着燈嘅呢冇幾戶。小區地鋪話幾乎未開業，生活氛圍比較冷清。落樓買嘢唔方便，當市道下跌，為情緒價值使嘅每一蚊啊，都係最先被擠出嘅泡沫。第五個，同華虹景圈淪為難兄難弟嘅，在一路之隔嘅傲風天譽。澳門發展商精工打造園林品質，一度呢係博愛路上嘅改善標杆。高峰期24000，依家跌到1萬蚊，仲要送埋全屋嘅家私家電，跌幅超55%。高位入手嘅業主啊，資產縮水肉眼可見。優點係低密度社區，超闊嘅路間距，住得好舒服。澳門樓勢全資開發，降價呢唔減配，現樓發售，雅居樂物業兜底，全屋標配一線品牌。中央空調、摩恩衛浴全部都有，住入去嗰種闊出感呢係有嘅，但缺點都好突出。前排路洞噪音大，得房率低，88平方先得1個洗手間。小區地鋪全部未開，落樓買包煙啊都冇。路邊行路去到嘅配套少，出門極度依賴揸車。其實校網普通，生活便利性差，一直係博愛7路板塊嘅通病，呢點大家一定要清楚。唔好以為淨係主城區降價，鎮區優惠力度更加炸裂。沙溪萬壽豪庭新房單價6100起，三鄉華發觀山水新房加推6000幾大裝修，神灣香山小鎮工地房4900大裝修任揀，仲送2個產權車位。板湖山水印象單價低至6字頭，要知道呢啲盤高峰期都係賣1萬蚊以上。短短2-3年時間，價錢直接腰斬，跌幅50%。依家樓市一套樓呢跌10幾20萬，買家都覺得好平常。市場熱度退去，發展商唯有加大優惠力度。後續呢仲有大把樓會推出人才房、特價房、清盤房。中山樓市已經調整咗3-4年。2026年對於剛需嚟講呢，確實係個執漏嘅好時機，但一定要守住3大原則：非剛需唔買，價錢唔到位唔買，收入唔穩定嘅都唔好買。打算上半年買樓嘅朋友，依家就要出嚟多啲睇樓啦，多睇多對比，人哋慳翻20幾萬呢，好正常。如果你想知道你關注嘅板塊真實成交價有缺點，或者想揾一啲偷偷降價、性價比高嘅樓盤，可以將你嘅情況話俾我知，我會根據你嘅需求同情況，將合適你嘅盤通通列出嚟，仲有優點、缺點、價錢、行情通通搞清楚。你再針對性去睇樓啊，肯定會更加慳時間，少行冤枉路。蕭生呢度用咗2個月時間幫大家整理咗一份中山買樓白皮書，入邊包含咗中山200幾個樓盤嘅優缺點分析，紅色字體標注嘅都會有重大不利因素響晒 ICU 入邊啊！美貴我冇提醒你哋吓。另外仲幫大家整理咗一份中山每個鎮區嘅板塊4分優劣勢分析，入邊包含咗板塊4分嘅能級排布。中山樓市兩極分化越來越明顯，唔想因為信息差買錯樓，下邊留言避坑2個字，我將整理咗嘅中山買樓避坑指南 send 俾你。仲有咩問題？歡迎留言或者私信我見到都會覆你。記得點讚訂閱，分享俾更多朋友。我係蕭生，我哋下一條片見。